综合报道。泰国中部17下晡有一个做抛瓦的工厂爆炸，小无有造成19个人死亡，3个人失踪。这间工厂伫咧2022年才发生过一件爆炸，顶届是1个人死亡，3个人受伤。这件代志愈大条，事项愈严重。警方嘛正咧调查，这其中敢有牵涉到非法的行为。 事发现场一直称烟，涂骹四界拢是金属的物件。发生爆炸的工厂已经变作白地，看袂出建筑原本是什么型。泰国中部所判武里府一间破工厂，17日下晡发生爆炸的意外。警消接到消息，就随过去救援，但是现场敢若找到崩甲破鼓鼓的尸体。ในเบื้องต้นเนี่ยตอนนี้มีพบศพที่มีการคลุมผ้าไว้เนี่ยประมาณ20ศพ 当地政府一开始的报告是讲有23个人死亡，但是后壁各改作是19个人死亡，另外有3个人失踪。人伫瑞士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泰国总理赛塔嘛特别来表达关心。这摆出代志的工厂边拢是田，拄到一栋楼厝玻璃窗受损，无影响到其他的民家厝。 这是这间工厂在2022年的时阵才发生过爆炸意外，迄当阵造成1死3伤。无偌久，同款的悲剧搁一摆发生。警方指出讲，事发的工厂有执照，是合法经营，会搁查因敢有涉嫌不当的行为。泰国的破工厂发生意外算是定看的。去年南部的多公府嘛有一个烟火仓库爆炸，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的悲剧。在同一年，北部的清迈嘛有破工厂爆炸，造成11个人受伤。 外国媒体报道，泰国对相关建筑安全的管理无确实，才会造成这种致命事故常常发生。公司新闻，徐婉玲编译。